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意思。歹势，昨昏我困无好，足爱困的。咱今仔日要讲的主题就是困眠。困眠汉字写作困眠，罗马字写作可运困，无音眠。困第三条，眠第五条。真侪人拢知影我是一个无介意开药丸的医生，拄到真侪镜头，我拢会开一贴药方，就是好好啊困好把眠。若要困把眠，有两个重点：第一是伫子时进前就要去困；第二就是困的姿势要有透动。亲像这位患者。昨规暝困叹气的时姿势无好，阿妈滚歪一边，今仔日困起就随加老枕，阿妈滚袂顶袂动。也有真侪人会困坦拍，伫遮提醒有红婴仔的父母，要特别注意，囡仔困坦拍的时，鼻仔是毋是有地着，敢有影响到喘气。红婴仔若是歹困癖。民间会准备油饭甲鸡腿来拜床母，床母就会保庇囡仔好困、熬大汉。大人若无眠，嘛会影响到工课。亲像我顶届无眠，险险啊开唔到药啊，互病人。不过俗语讲，一暗无眠，3日细神。阁有一句俗语讲，困罔困。卖含眠是咧劝人脚踏实地，唔通一日到晚想一寡有空无顺的代志。六、困眠、困叹气、困坦拍、困癖，一暗无眠，3日细神。困罔困，卖含眠。我讲到差不多啊，我要来去换困啊。今仔日大家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